你相信嗎？1992年，故宮嘅某一個落雨天，一班遊客見到牆裏邊行咗一排清朝嘅宮女出嚟，佢哋着住旗袍，梳住旗頭，笑下笑下咁就消失咗。我舅父係1992年秋天去故宮嘅，嗰年佢22歲，啱啱參加工作，單位組織去北京旅遊。9月23日嗰日晏晝，故宮落咗一場雨，場雨就唔係好大，時時沙沙咁咯。啲遊客呢，全部都逼晒響個屋檐底下避雨。我舅父嫌好焗啊，一個人擔住遮向東六宮嗰邊行。佢話嗰邊啲人少啲，清靜啲。行到去永壽宮附近嘅時候，啲雨啱啱就停咗啦。太陽響啲雲罅裏邊露咗出嚟，照住濕淋淋嘅青磚上邊，泛起白色嘅光。我舅父企咗喺宮牆邊嗰度食煙，餘光掃到前面嘅紅牆，嗰度企住幾個人，係遊客。佢心諗，但係認真望咗眼又唔似喎，因為嗰幾個人啲衫有啲唔妥啊。女嘅着住藍色嘅旗袍，男嘅着住長袍馬褂，頭上邊仲戴住瓜皮帽。佢哋排成一排，面對住紅牆，喐都唔喐。我舅父就以為喺度拍緊戲啦，佢向前行咗幾步，想望下有冇攝影機啦咁，但係嗰啲人嘅後邊咩都冇，淨係得長長嘅紅牆，俾啲雨水淋到暗晒噶啦。呢個時候，其中一個女嘅擰轉頭，佢好後生噶，20出頭咁啦，面上邊塗住啲白粉，嘴唇好紅，梳住兩把頭嘅旗頭，耳仔上邊仲掛住耳環。佢睇咗我舅父一眼，笑咗起身，嗰個笑容好短，嘴角彎咗一下就轉返去啦。然後佢哋就開始行，一排人整整齊齊咁向住紅牆行咗過去。我舅父以為牆上邊有門，但係牆上邊咩都冇，淨係一埲老牆喺度啫。朱紅色嘅漆皮都起晒皺啦。佢哋冇停喎。第一個人撞到埲牆嘅時候，我舅父以為佢會撞埋去啦，但係冇啊。嗰個人就好似個影咁融入咗埲牆。第二個、第三個、第四個，最後一個女嘅入去之前，又擰轉頭望咗我舅父一眼。今次佢冇笑，佢嘅眼好大，眼珠黑到令噶，令到都唔似真噶。佢望住我舅父，嘴唇喐咗一喐，講咗句話。我舅父聽唔到佢講乜，然後佢都入咗去啦。嗰埲牆都仲係嗰埲牆，紅漆斑駁，雨水順住啲磚罅一路流。我舅父企喺原地，煙頭都辣到手指啦。佢個魂先翻嚟，佢跑翻去隊伍同啲同事講咗呢件事。啲同事話佢眼花啦咁，可能係雨太大睇錯啦。但係我舅父堅持話佢冇睇錯噶，佢話嗰一排人行路嘅姿勢都唔啱，都唔係現代人行路嘅樣，係嗰種小碎步，條腰啊個背脊啊伸到直一直，膝頭哥呢都唔攣嘅嗰種啊。導遊聽到之後面色變咗一變，冇講嘢。晚黑返到去招待所，我舅父就瞓唔着啦。佢個腦裏邊成日都諗住嗰個女人嘅口型，佢究竟喺度講緊咩呢？第二日佢又去咗故宮，今次佢就冇跟團，自己買票入去嘅，直接就行咗去永壽宮。嗰埲牆仲喺度，都仲係嗰埲紅牆，仲係嗰啲斑駁嘅漆皮。佢企喺琴日企嘅地方，望住埲牆好耐，
咩都冇發生。佢兜到去埲牆後邊，想睇下有冇咩門或者通道啊咁。埲牆後邊係一個小院子嚟噶，鎖住對門，掛住非開放區域嘅牌。佢透過條門罅望入去，個院裏邊荒草叢生，啲窗都俾木板釘到死死實實咁。佢喺門口企咗一陣，擰轉身要走嘅時候，聽見背後有腳步聲，擰轉頭一個人都冇，但係嗰啲腳步聲仲喺度，好輕好碎，好似一班人喺度行路，小碎步，膝頭哥都唔會彎嘅嗰種啊！我舅父嗱嗱聲就跑走咗啦。後尾佢查咗一啲資料，有人話故宮嘅紅牆係用朱砂同埋糯米湯調嘅漆，朱砂就可以鎮邪，糯米就可以黐魂。幾百年嚟，宮裏邊死咗咁多人，有啲魂魄就走唔到，黐咗喺埲牆上邊。遇到落雨天，牆上面啲漆俾雨水一浸，嗰啲魂魄就出咗嚟啦。仲有人話1992年嗰段時間，故宮裏邊好幾個工作人員都見過類似嘅嘢啊！有一個喺神武門值夜班嘅伯爺公，親眼見到一排太監響牆裏邊行咗出嚟，跟住兜住個公道行咗一圈，又行翻去。我舅父係唔信呢啲嘢嘅，但係佢都解釋唔到嗰一日見到嘅嘢。離開北京之前，佢又去咗一次永壽宮，今次就大日頭，太陽好大，啲遊客都好多。嗰埲牆前邊企咗一班影相嘅人，舉住個相機，一個鉸剪手。我舅父企響人群嘅外邊，望住嗰埲牆，而牆上邊有幾塊漆皮呢，翹咗起身，風一吹，唰唰咁響。佢突然之間諗起嗰個女人嘅口型，佢講咗兩個字。我舅父將呢兩個字忍咗30年，佢冇講過俾任何人聽，直到舊年佢飲多咗啊，先吟咗出嚟。佢話嗰個女人講嘅係快走。咁我問佢：你走咗未？佢打咗個突，然後笑咗一笑。我未走啊，我到而家都仲企喺嗰度。我以為佢飲醉咗喺度亂噏啦，直到前幾日佢發咗張相俾我睇，喺本舊相簿裏邊抄出嚟嘅，1992年故宮拍嘅張相，係佢後生嘅時候嘅樣，企喺部紅牆前邊笑住，俾咗個耶。我放大嚟睇，佢身後邊嘅紅牆上邊有幾個好淺嘅影，影嘅形狀好似一排人，着住旗袍，梳住旗頭。我望住嗰張相望咗好耐，然後發現嗰排影嘅最邊邊有一個擰轉頭對住鏡頭笑，佢塊面好模糊，但係嗰對眼黑到發令，令到唔似真嘅。